肥叔中環世界咁啊，繼續世冠杯系列啦。咁啊，因為呢輪啲比賽都係世冠杯，咁就呢一場咧就牌面上睇出嚟啦，比較激烈同埋比較有即係看點嘅，就係車路士對住咧就係嚟自巴甲嘅而家榜首球隊法明高啊。嗱，車路士咧即係當然啦，經過一個跌宕嘅球季之後咧，我覺得喺臨尾標嘅尾會攞翻個歐洲議會聯賽嘅杯咧。嗱，對於球隊嘅士氣啊，各方面穩定軍心啊，好有作用。咁馬利斯卡亦都咧會方對佢有投信心一票啦。咁嚟緊已經係過咗一個平穩期，我覺得而家需要嘅就係一個上升期㗎啦。咁啊，當然佢哋都有不斷增兵啦。咁但係咧暫時只有戴立啊，同埋收翻啲小將，好似咧安德雷山道士咁啊呢個中場球員。咁所以咧，車路士嘅兵員咧唔需要懷疑嘅。咁上一場都起小試牛刀啦，輕輕鬆鬆咁啊搞掂咗阿洛杉磯 FC 都。唔係話付出好大嘅體能啊，各方面咁呢班波咧，呢場波究竟可以出到幾多力咧？對住法明高，我相信咧都要打真軍㗎，因為第一天氣問題，第二對手都唔係雞㗎，即係唔係弱雞㗎。啊，法明高唔使講啦，巴甲嘅榜首球隊啦，第一、第二咧領隊咧，菲比路易斯咧帶領球隊咧就穩步上揚啦。咁大家話喂佢賭波雙向會唔會打感情牌咧？我可以話俾你聽係唔會嘅，所謂感情牌係冇嘅。點解咧？因為據我了解咧，菲比路易斯咧係唔係私底下咧，其實唔係好妥車路士嘅。點解唔妥車路士？因為佢效力車路士期間咧，其實好多時都打後備嘅。咁咧佢有啲微言嘅，對於喺車路士嘅期間冇得踢，成日冇得上陣，咁所以咧佢亦都係唔開心嘅。咁所以呢場波你話咩感情牌絕對冇，你大家唔使打咩㗎，唔使諗啦。咁第二咧就係話法明高當然啦，而家近期你睇到啲起碼南美洲聯賽球隊咧都係踢緊啊，上星期啊啲球隊。因為你話近期啲賽果，譬如好似彭美拉斯又贏波啦，今朝早嘅保利花高都能夠爆冷贏咗巴黎聖日門啦等等。咁所以你話呢班波當然個實力都唔差嘅，因為譬如好似烏拉圭國腳上一場入波嘅迪阿斯加達咧都係一個好波之人啦。譬如中鋒嘅柏度啦，後備前鋒嘅班奴軒尼基等等，其實佢都好多好手。中後場更加有啲巴西國腳，咁所以呢班波咧，我覺得真係要困過先知啦。咁如果你想知道我肥叔點睇呢場波咧，麻煩你去翻評論區，又或者去我 profile 度就會有端倪噶啦。好啦，咁啊今日講住咁多先啦，咁啊聽日繼續同大家繼續世冠杯系列。